近几年来，随着东突厥散的维吾尔人遭到大规模打压，被集体观众集中营的消息传出，西方媒体也报道了许多清真寺和墓园遭到摧毁的消息。中共继续在东突厥散政府进行文化屠杀和种族清洗。最近有消息称，乌鲁木齐的古区开始遭到破坏，其中大多是维吾尔人居住的地区。据了解，中国当局摧毁了许多清真寺，包括白图拉清真寺、哈巴清真寺、大湾清真寺和西火站维吾尔清真寺等，以消除维吾尔民族文化文明的痕迹。中国当局以2014年推出的所谓伊斯兰中国化政策，2019年1月，中国召开伊斯兰教协会常务理事会议，把伊斯兰中国化列入未来5年工作纲要。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对于中国穆斯林社群可能带来的影响是打破原本穆斯林社群的组成，并将所有社群集中管控。土耳其维吾尔人发起社交媒体运动，以得到土耳其明星和记者的关注。居住在土耳其的乌迈尔·哈米提拉是积极参加社交媒体运动维吾尔之一。他在其社交媒体账号标记土耳其记者麦麦提·阿里·欧奈尔，并发起声援运动。他在社交媒体上说：“亲爱的先生，您好，我是成千上万维吾尔受害者之一。我们的家庭因维吾尔血统而遭到破坏，请转发，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我的祈祷与你同在。”他在社交媒体分享的视频中说，他的2个哥哥是商人，他们的财产被中国当局没收并被判入狱，他们唯一的罪名是做维吾尔商人，并说他残疾的母亲和妹妹的命运未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是否恢复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部分资助，可尚未做出最后决定。特朗普星期六在推文中表示，他领导的政府正在考虑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很多建议措施，包括部分恢复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经费资助，金额可能只有美国过去资助额的10%。特朗普说，这只是正在考虑的许多概念之一。根据这些概念，我们会支付我们多年来一直支付的资助的10%，与中国资助额拉平。但尚未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所有资金都被冻结。美国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资助国，每年资助大约4亿美元。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大约是美国资助额的10%。本周末，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法兰克福等地再度聚集大量示威者，抗议政府的防疫措施。本周六，德国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活动，但是在柏林就有数个地点举行示威，抗议德国政府的防疫措施。一些人则声称新冠肺炎疫情是阴谋论。知名阴谋论者希尔德曼再次在德国国会大厦发起了集会示威，原本号召了数百人参加抗议。在各地的抗议活动中，一些示威者反对接种疫苗，并深信疫情是阴谋。有示威者高举武汉病毒是假的标语，另一些人认为政府是试图以防疫名义剥夺基本人权。孟加拉地方卫生官员5月14日表示，该国难民营区内出现第一个罗姓人确诊感染武汉病毒肺炎个案。卫生专家及人道组织已警告过，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地区难民营内人口密集，肥皂以及清洁食水供应不足，导致人们得在指定地点轮候物资及食物等，难以维持社交距离。值得注意的是，大流行前，营地的卫生条件不足，在难民营中，许多家庭共用一个厕所，排起长队获得水和漂白，和占用率使其无法保持距离。